央企品質果然係信心保證。你睇下中旅天神庫咧，即將迎嚟首批嘅交付，而家實體嘅園林區咧已經全部搞好啦，你都可以嚟睇到噶啦。海珠繁華核心昌崗中路難得新盤，並由央企中旅用心打造，細節盡顯格調。當業主步入呢個8米挑高嘅入戶大堂，已經感受到嗰份儀式感。現時小區更做到實景交付展示，真正所見即所得。同樣所見即所得嘅，除咗高標準交付，當然仲有呢度成熟嘅地段配套啦。落樓150米即達8號線寶崗大道站，對口書包更係有名嘅昌崗中路小學。想去 shopping 嘅江南西甚至沙苑都係步行即達，怪唔知街坊住到都唔想搬啦。當然最受街坊歡迎咧就係呢個咧87方嘅3房2衛戶型啦。因為好多置換嘅客戶咧就係咧睇中佢3房啦，或者就係要2衛嘅產品，而呢個戶型正正滿足到佢哋嘅要求。最緊要咧，中旅天神庫係同質同配，無論幾大個型，佢哋中央空調、新風系統、淨水系統都一件不漏。3空間足夠滿足首置家庭，尤其合適嗰啲本來就住喺附近，想同屋企人買翻1碗湯距離嘅目標客戶群。想要空間更闊綽，就要睇下呢個107方嘅大3房產品啦。呢度亦都係 D 棟嘅實體示範區，所以成個尺度咧亦都係眼見為實，廳大房大，房亦都係放得床放得櫃，亦都有我好中意咧。而家咧新樓都好少有嘅雙陽台設計。嗱，國慶期間實體示範區正式開放，街坊可以快啲嚟睇下啦。中旅天神庫壓軸 D 棟首次加推 ，D 棟更與之前嘅 A、B、C 棟拉開距離，擁有更高私密度同做到真正嘅270度視野景觀。喜迎國慶期間，佢哋更有4字頭嘅驚喜價活動，現樓實景交付，可以俾你睇得見、摸得到，買得更放心。詳情歡迎諮詢關注我俊豪，買樓有質素。